巴西柔术的著名选手安德烈。Welcome Anthony from Brazil. 好，接下来将要出场对阵这位巴西柔术的选手是我们本场比赛的压轴好戏的精彩上演者 ，MMA 27场连胜的，抱一下，好好抱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场对决，来自于居马别克·图尔逊对阵安德烈。安德烈来自巴西，我们说巴西是巴西柔术之乡，啊，这是格雷西家族的这个传统，啊，练习巴西柔术。而另外一边的居马别克·图尔逊则要大输特输了，啊，这名选手是一名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应该说是国内 MMA 比赛水平最强的选手。这场比赛又是一场闪电战啊！居马别克·图尔逊用时极短就 KO 对手。居马别克·图尔逊。极其轻松的比赛 ，KO 对手。居马别克是目前国内水平最高、最具有实力的选手，非常具有实力。两个嘉宾颁奖，因为刚才呢，郑昭瑜那场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因为是对方昆萨严重侵人，结果山东选手日照东方郑昭瑜获胜。等一会儿呢，我们再颁发居马别克。现在我们看到在场边，这个安德烈还在和他的教练啊在说些什么。请出日照东方郑昭瑜的领队或者教练上台领奖。安德烈的意思是，他的头也是被对方的手击击中。登台为日照东方郑昭瑜颁发九龙杯。郑昭瑜啊，刚刚的这场比赛呢，郑昭瑜对阵昆萨，最后裁决是因为郑昭瑜被对方踢中了裆部，无法继续比赛，因此这场比赛判定郑昭瑜获胜。啊，郑昭瑜看来没有办法出场领奖，因此是好，请出
阿森驹马别克代替驹马别郑兆玉克军来，领奖。我们请出大连人现在我们大常委请回大连市武术协会主驹马别克土耳其赵其今天上为获得优胜的选手驹马别克土耳其台风彪悍，九龙是一杯名哈萨克族的选手，来自于陕西重武俱乐部，实力极强。目前国内水平最高的一名选手，在国际上都享誉盛名。驹马别克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真正的参加到 UFC 的比赛当中，成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选手。